他还睡着？先前没醒，小王爷在里边陪着。哎，你看我穿戴是否还算周正啊？哦，不仔细看，看不出来。什么话？不仔细看，你要知道世子是何等人啊，最爱挑剔。快快快，让他们再给我整理一下。快来！是。我看到有很多都是新来的，是，把咱们的家规再给他们宣读一下。好。你们都听好了，王爷见世子，你们都机灵点儿。王爷就是被打死，也当没看见。你们一定要谨记在心。是。哎，等等，过来，看看我是不是非常的慈祥。我还以为饶命。下去，都下去。是。好儿子，睡醒了啊？舒服了吗？啊3年了啊！你知不知道这3年，小爷我都受了什么罪？是，爹对不起你啊！我让你赶我去农历，差一点。别！哎呀，别闹了！你别跑！哎，你光脚呢，你穿上鞋，别伤了自己的身子。哎呀，我别斗这斗，这都先跪着了。那我这要给你赔罪啊！哎呦，别啊！哎呀，不赔罪。哎呀，别叫爹，还是叫名字好，显得咱有个特点啊。挺灵活。行了，儿子，外面天凉，你光着脚易感风寒。行。哎，完了，3所宅子。关上门啊！关上门，在屋里怎么折腾都行，而且还能给爹留点面子。还追！哎呀，没完了！这怎么闹啊？我今天先饶了你。但是这事跟你没完啊！你等着，爹等着。累了，不累。来，坐。爹，给你穿上鞋啊！爹给儿子穿鞋，别人看见了，成何体统啊？你瞧，我们还是父子情深呐。我这好儿子就是懂礼数啊。哥，我给你穿，哎，我自己穿。哥，你消气了？消气了。3年好长啊。好了，这么晚了，早点回自己房间休息吧。哥不走，明天看鱼。去吧。等等，打招呼。爹，我回去睡觉了。去吧。怎么样，歇够了吗？还是累。还累？那再睡会儿。
不睡了，有件事情想不通。什么呀？我要见那个被抓的楚国老兵。现在？就现在。行，我带你去。你在外边等我。我换个衣服。哦，对啊，来呀，替世子更衣。小宁儿，等我们都走了，你再出来，把你那宝贝收好了。哎呦，是凤年。都下去吧，别守着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快点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啊，前面带路。哎，躲在床底下的是江妮这丫头吧？我跟你说过，我自己的丫鬟自己管，你别插手。别忘了，劫杀你的可全都是楚国人。江妮这丫头的身份，她是避不开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画像有可能是她给你画的？好，这个他是你的人，爹就不插手了啊。凤年。师兄，战场上的无数亡魂都在看着你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别光看着，让他们来。聊你的。师兄，你儿子逃过一次，逃不过第二次，很快就会有人让你亲自为他送终。啊！你怕死吗？灵州城外杀我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要这么说的话，你应该不怕死。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，城外杏花酒摊儿，你为什么把刀放了？糟了，被梁铁骑。死都不怕，为何要降呢？我给你个台阶儿，你就顺着下。你也太好说话了吧？许孝，你还记得西楚大起事吗？当然记得。灭楚大战，西楚大起事，没有一个投降，全都战死。对呀，那按这个道理，你应该死战才对啊。
为什么放下刀呢？不说是吧？没事，我自己猜。你是觉得杀我的局还没结束？就算我在灵州城外躲过一劫，到最后还是死路一条，结局已定，你才会考虑保存性命。又或者，你是想亲眼看到我死之后徐骁的悲痛之情？也许是我贪生怕死了。哦，这就开始自贬了。看来是不想让我往下猜呀。这是灵州，北凉中心，怎么杀我？北凉军是吧？你们只是开场，大戏内鬼来唱。你不是纨绔子弟，我怎么不是纨绔了？天下第一纨绔徐凤年嘛，人所皆知啊。徐凤年，你藏得好深啊！那看来我是猜对了。能不能麻烦你告诉我，北凉军中谁想杀我呀？有刑吧？大可不必，我等他来找我。我聊完了。嗯，完了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咱爷俩聊聊去。徐骁、徐凤年，你们必死无疑！你们必死无疑！我生得晚，未曾亲眼领略大起士的风采。你请我吃过肉，喝过酒，我还你这面军旗。画像的事，定会给你个交代。过了今天，我就是一个除了吃喝玩乐什么都不知道的纨绔，我不需要交代。没必要这么委屈自己吧？所谓高粱纨绔，最擅长就是花天酒地，谈何委屈啊？我知道，你这一切呢，都是为了藏拙。你已经演得很好了，但是别人啊，未必就信你。谁不信？你还记得3年前为什么让你出去游历吗？躲避皇室赐婚。没错，随珠公主备受宠爱。如果皇室那边真的相信你是个纨绔子弟、声名狼藉之人，他们还会让你去京城跟他去完婚？凤年，你是世子之身，是我们北凉铁骑的传承。就你这身份，刀枪剑影，你是避不开的。谁说我要接受北凉了？你打算还继续躲下去啊？啊？那我这位置传给谁呀？我不传给你，我传给谁呀？我饿了，不想跟你争。好，那咱们先去吃饭啊！哎，你知道吗？我让后厨啊给你炖了鹿筋，
还有新鲜的海鲜刚取的这个凤凰蛋，还有新蒸的这个水晶玉露团，哎，我让他们全都运到你屋里去啊。哎呀，想吃地瓜。地瓜，黄，又吃独食。哎呀，去，拿来碗去。嗯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嘿嘿，哎，啊，哎，干什么呢？你喝一口酒，人要你命似的。你慢点倒，别洒了，浪费了。行，快吃快吃，老黄这家伙动手快，一会儿一片都吃不到。好，许强，这3年游历，老黄一直劝我习武，你的意思吧？哎，我们这3年遇上不少麻烦，有多少是你安排的？大部分全都是你自己惹的祸啊！什么意思呀？磨练我。行万里路，胜过读万卷书，啊！老黄从白虎脸身边逃走，也是想让我一个人面对刺杀，这也是你安排的吧？少爷什么都知道。闭嘴！宇强，你是那么的聪明，那么的有心计，天生就应该去接管北凉，啊！别说那没意思的，吃肉，啊，别光吃肉啊，咱们一块儿喝个酒吧。哎，来，哎呀，酒足饭饱啊，今天就睡这儿吧。啊，你睡这儿算怎么回事呢？啊，明天我坐回王库，今天晚上就当我还在游历。哎，我说儿子，要不你也跟我游历游历？那你好好游吧，啊，累了，行走江湖，身子累；回了王府，心累。少爷前面有件事搞错了。什么事儿？劝少爷习武，不是王爷的意思，是我想着吧，日后少爷要是遇到什么难处，能护着自己。算了吧，不说这些。明天钓鱼啊，老黄你过来。钓鱼？北凉军中有人想害我，我得把他揪出来。
你睡觉流口水啊？徐凤年，别起来，没穿衣服。还给我！咱们可说好了啊，你刺杀我可以，刺杀失败就得赔钱。昨天晚上失败了吧？那我收账了。差不多行了。你拿多少啊？好好攒钱。走啊，陪我钓鱼去。不去。出钱雇你。哼，你不要我收回来了。到了湖边的你。多谢你救了世子，我们做奴婢的，也没什么报答的。新开的瓜，甜得很。不必了。你不爱讲话呀？这性子，倒是和青鸟有些像。就是那个。这么美。等久了吧，哥？咱们钓鱼。撒饵吧。
弟弟徐龙象，见过了。天生神力。这是青鸟，这是红薯，都是我院里的。这个江泥，钱。3个丫鬟。世子的梧桐院内，丫鬟婢女20余人，钓个鱼，倒也用不到那么多人。都是伺候你的。命好啊！羡慕我。你答应过我，让我进听朝廷。听朝廷就在那后边，想去随时可以去，只能待1个时辰。我说了让你进去，我没说让你常住啊。开个条件。首先得知道你的名字。南宫仆夜。北莽南宫世家，这就怪了。北莽世家跑到黎阳朝来学武，我家铁骑可是你家皇帝的眼中钉啊！你想毁约？那拧事儿呗。讲。你觉得北凉军中谁想杀我？世子死了，除了小王爷外，谁掌兵权？我爹有6个义子，都在军中被委以重任。要杀你的，恐怕就是其中之一。所以我现在有点危险。与我无关。商量个事儿，做我2天护卫呗。北凉王府高手如云。答应我这件事儿，以后听朝廷里边，你想待多久，就待多久。成交。晚上烤着吃。这回加盐，加盐好吃。早就备好了，一撮盐，香气四溢，长力气。秋炉您都懒得动筷，这种鲤鱼，平时您可是动也不动的。你没尝过老黄烤的鱼，香。这3年您都吃了什么苦啊？哼，活该。九胎内脂，锦州青白卵，识货，从小养的。这可是千金难求啊！这是最上等的6年凤，万金都不换。楚禄山求见，他正是6名义子之一。接着钓。世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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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啊？啊，世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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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世子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的世子啊！
世子，这3年，我是日思夜想世子，啥不思饭不想啊！啥不思饭不想啊？那我怎么觉着你还胖了几十斤呢？绝对是瘦了，瘦了整整1圈啊！世子若是不信，我立马上称，皱1斤切1斤肉，皱10斤切10斤肉。要你的肉干什么呀？那兄弟狗也好啊！楚将军真是好兄弟。哎，叫我6钱就行。光怎么合适呢？有什么不合适啊？反正我长得就像个球啊！世子，世子这3年，想必青楼也娶了少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紫金楼新来了一个花魁，才貌双绝，尤善剑舞。那风姿，那长相，算是冠绝灵州了。人刚到，就等着世子你回来了。还会使剑舞呢？啊，那有，那对，世子不知你现在可空闲啊？这话怎么说呢？怎么了？本来是来钓鱼的，钓着钓着，你就来了。那，要不我们钓完鱼再去？不用，钓到了。那种地方你就别去了。晚上回来？肯定回来。晚上让老黄做烤鱼吃。多加几条。青楼能去吗？无所谓。老黄，你都这岁数，你就算了。这位是新护卫。这样貌新护卫，还是世子你会玩？你别乱说话啊！一会儿人家砍你，我可拦不住。走。我上回去，记着紫金楼的水果不新鲜啊。哎，那就不吃水果。我带上。你可是从3品，世子面前我什么都不是。别了，不让你拿，咱们再找个人陪着。我不去青楼。世子，你的人呢？去青楼他们又帮不上什么忙，都滚蛋了。世子，这莫非是刚刚到手的神驹？那倒不是，就是匹老马。府里照夜白、汗血马有的是啊，要不要换一匹？习惯了。那好，那我也不废话，咱们这就走吧。世子为何不上马呀？这家伙不让我骑，你着急啊？倒也不急。那正好，3年没回来了，慢慢走，到处逛逛。走。江宁，快点儿！钓着了吗？钓了几条了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回屋去吧。不能回，晚上得吃烤鱼呢。你们都先下去。没说你，待着。哎，婉儿，你看，你看那边水草多么的丰盛，一定有很多的鱼。你去那边钓去吧。真的？爹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好吧。嗯。坐着。这3年来，多亏你了。王爷已经道过谢了。光谢不行，我心里总琢磨着，给你点什么啊？有肉就行，五花最好。
你真想当一辈子马夫啊？只要你愿意，北凉可以为你造势，让你重振旗鼓，再现当年建九皇的风采。啊？实不相瞒，王爷，想过。这些年呢，这老伙计一直在手边，总觉得放不下以前的自己，跟自己闹了好些年，没怎么平静过。那就让剑出峡。和少爷游历这3年，我心平静了。王爷正好在，咱请您给做个见证。建九皇当年在城墙上已经死了，从今往后，我只是少爷身边的老皇。鱼泡好了，别忘了叫我。啊，世子回来了，可别露脸。世子好色如命，听说好多姑娘都被他抢回府里了。长得好俊，比巧婿王夫也挺好啊。哎，这个下人也好看，真秀气。哪来这么好看的少年？哎呀，你不懂的呀，就是看着不太阳刚。什么眼神？见过这么好看的男人吗？你可是要去青楼的，说自己是姑娘合适吗？世子回来了，好些年不见了，楼里的姑娘可都时时念着你呢。别聒噪，把马牵后院。哎，牵马。吃完了。吃挺快啊，有老黄的风范。水果没了，我不用进去了。水果没了，你就是水果。走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赔行不行？哎，世子这是什么玩法？怎么还带2个到楼里了？哦，谁给你这胆子，敢议论世子行事？啊，笑死我了！这些多少钱？10几两吧。10几两？这是便宜的。世子，新花魁到了。哦。叫什么名字？于右威。这名字不错。于右威蒲柳之姿，何其有幸，能见世子一面。你知道我是谁？楚将军提点过了，
世子，他剑舞才是一绝，非我不可上邀。那就有劳玉姑娘了。我这剑舞有2种，一种呢，就是跳了给俗人瞧的。那还有一种呢？还有一种，却只能单独跳与情郎看。为何？因为这第2支剑舞有些香艳。香艳好。世子若能和我一步后援，余有微之之舞，便只跳给世子一人。走吧，看看怎么个香艳法。用双刀的，不常见啊。新煎的茶，世子要不要尝尝？不了，我这就要看你的剑舞，香艳的那种。西楚剑舞。哟，开封了。
你就不应该用剑舞。灵州城外刚有西楚大几士要杀我，你这么一来，我很自然就会想到西楚剑舞。刺杀不需要这么多仪式感。你是楚人吗？为什么要杀我呀？徐骁灭楚，我不杀你杀谁？这话可不是这么聊的。当年黎阳与西楚乃是国战，并非私仇。就算不是徐骁带兵，也一样会有人扫平楚国。你真要报仇，应该去找黎阳皇室，没理由一直盯着我们徐家不放。这不仅仅是国战。那你认为是什么？大楚战败，受降便是。可徐骁都做了什么？他带兵冲入宫门，亲手将陛下和皇后斩杀，这还不算。宫内上下数百口，无一生还，就连年幼的公主都被斩去首级。这姑娘武功高吗？她不会武，只是耍剑而已。那就好，麻烦你帮我叫一下江泥。哎，等等，杀不了你，我也绝不让自己受辱。哎，你能不能等会儿再死？咱们就等一个人。为什么要我去？你自己去问他。是不是他色性大发？还真是刺杀！你看看，就你这种恶贼，连青楼女子都看不下去了，这就是人心所向。他跳的西楚剑舞，楚人，把你那把匕首给他看看吧。他都快要自尽了。不用你动手，我自己会死。你等等，你既然会西楚剑舞，应该不是平民。家父西楚散关，家慈先帝剑士。那你应该认识这把匕首。神符。你刚刚说楚国公主被斩去首级，那颗人头你可曾见过？你想说什么？斩首的谣言是徐骁传出去的，你家公主没死，她就站在这儿。你见过西楚皇后吗？您真的是……都是我和我母后相像，看来是真的了。我叫江泥，亡国公主。公主。世子，你回来了，我这就去检查。不急，给他找个院子。世子这是从哪里选来的红颜知己啊？于右威，紫金楼的花魁。先把他安顿好。是。
我那蟒鞭呢？是这个吗？就是它。这间屋子行吗？还行，你觉着呢？您觉得合适就好。被褥要换新的。好，我让人安排。别看一天到晚带着笑，心思最深的就是他。进去吧。公主殿下先请。别叫公主，就叫江妮。楚国亡了没公主。我知道你有事要问，进去说吧。楚将军怎么还在我院里跪着呢？不回军营了？世子叫我入球就好。这可不敢。再敢乱叫，下回又不知道把我往哪个刺客屋里领。世子，我是真不知道于右卫是刺客呀。楚将军还是请回吧。我一无官衔，二无军职。不好意思让你一个从三品跪在我院里啊！楚禄山愿受责罚。你可想好了？这会儿走还来得及。是我让世子陷入险地，理应受罚。可此事绝非小的蓄意谋划，就算世子打死我，我也这么说呀。是吗？那就打死吧。想问什么就问。外面都说，徐骁将宫内人都斩尽杀绝，还砍了我首级。难道不是徐骁？当年楚阁都城被徐骁攻陷，徐骁麾下倒是从不杀俘，也不伤平民。可入城的不只是北凉军，好些黎阳朝的大人物也等着冲进宫门。他们要做什么？楚国的皇室妃嫔，这高贵的身份让他们更兴奋。黎阳朝这些恶贼，是徐骁抢先了一步，封了宫门，不让其他人进来。可他毕竟不是黎阳朝的皇帝，挡不了多久。然后父皇求得一死，宫内上下结怨同去。是徐骁答应留我性命。别
回头向前看。那天之后，楚国公主就死了，只留下江离。这么些年，您一直留在徐萧府上，我能去哪儿？您没想过要复仇吗？当年我还小，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，我就记得父皇摸着我的头，要我好好的活着。原来如此。还有什么想问的？那您别吞吞吐吐的呀，说嘛。您和刚才那两个一样。什么一样？都是徐凤年院里的。我不是通房丫鬟。徐凤年没对您。那家伙院里20多个丫鬟，一个都没碰过。可外界传言，徐凤年好色成性啊。外界还传言我死了呢。倒也是。死了吗？小的还有口气儿。王爷，世子鞭打楚将军的事儿都已经传出去了，门口来了好些的军中教校，都是来求见的。不见。那世子那边呢？由着他。可楚将军那边怕是快坚持不下去了。说说你吧，还杀徐凤年吗？你的同伙也在灵州，看在都是楚国人的份上，我找机会让你逃走，和他们会合。我没同伙。那你是怎么进的紫金楼？又是怎么做的杏花魁？不知道。不说就算了。我是真不知道。这些年我一直被人看着，每天就是练剑舞，说是要我准备着刺杀徐凤年，为楚国报仇。什么人做的？我问过，他们不回答。你被关在哪儿？是个大院子，被看得死死的，从来没有出去过，也不知道是在哪儿。偶尔能听到诵经的声音。那带你来的人呢？走了，他们就让我等着徐凤年出现。听上去，也就是个棋子。
楚庐山你认识吗？未曾见过。那他怎么会把徐凤年带到你面前？世子，世子，凤子营5点将军宁峨眉向世子问安。我认得你。回城那天是你带兵接我。敢问世子，为何要鞭打楚将军？你这是问安还是问罪？不敢，只是问个缘由。他带我去青楼，然后就遇到了行刺，这算不算缘由？楚将军可承认行刺是他指使？换了你，你会认吗？既未承认，可有实证？无实证又怎样？无实证而用私刑，于理不合。我记得上回见你的时候，你带着戟，这回没带。见世子，不敢之己。讲理的时候最好带上兵刃。北凉自有法理，不看有无兵刃，也不看尊卑贵贱。有法理，无尊卑，说得好啊！秉直而言，世子谬赞。你知不知道，在这王府里，连徐骁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凤子营5点将军宁峨眉。好，我记住你了。法理讲不通了，你能怎么办？世子三思。什么？若寒了军心，3州之地便真没了法理。到时候，世子还能不能扛起这徐子军旗？来人，把这悖逆之主给我押入大牢。不管是不是楚庐山捣的鬼，你这刺杀有点不简单。然后只让你练习楚剑舞，却不教你搏击之术。若真希望你杀了徐凤年，这般行径实在不合情理。那他们图的是什么？徐凤年在回北凉的路上，也遇到楚人劫杀，和我的行刺有关联？不知道，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情还没完。别牵连到公主就好。都说了别叫我公主，我走了。还请您息怒。不是生气，我得干活。那家伙房里的书每个月都得晒，烦得要死。王爷，世子要把宁峨眉打入大牢。好的。世子让丫鬟去大门口传话。什么话？世子说，刚才来讲理的宁峨眉已经进了大牢。你们若谁还想救楚庐山，就别跪着了，直接进来。
王爷，陈知报来了，现在正往世子那里去了。知道了。啊，凉了。啊，好，我这就去换。世子，陈知报在来的路上了。陈白衣，你知道他？白衣战先陈知报，徐骁之下，北凉第一名将6义子之首，北凉定海真。传言都说，能接替徐骁执掌北凉的，非他莫属。听上去没我什么事儿。你名声也不小，陈知报北凉之光，你北凉之耻，齐名天下。喝口茶，等陈白衣。